后来明明都无啉酒，为什么酒测也是超标呢？原来有一寡食面真正会互人受冤屈。譬如讲，真侪人爱食两人派，食咧酒测竟然是超标2杯，等于是啉4罐的米露。另外像这个豆子，食一喙就超标咯。也阁有要互咱的口气较清新的喷剂，讲喷一个就达到1.32。啉水开车被炸落来，女主家己嘛惊一跳，讲哈，就算是0.2拢会罚，但是有人发冤枉，是真正无啉酒，只是食到食物就被误会，啥物物件可能被人冤枉咧？拆开包装，民众食这大家拢爱食的两人派，食完马上对这检测仪喷风，结果咧是0.34，酒测值超标，这相当是啉4罐米露。过来看，食一喙豆乳，结果互人想袂到，酒测值是0.36，也阁有喷一了这口气清新剂咧，酒测值是1.32。真的会让我们的那个酒测值增高，我觉得要小心。都有可能因为发酵反应而产生酒测的结果。高单糖食物加上酵母，会产生酒精反应，亲像是奶液、奶汁含酒精成分的食物，会互喙内残留酒精。万真正是安尼，互人炸落来，要安怎？可以向执行的员警提出以下2点要求：第一点，于现场等候15分钟；第二点，现场以杯水进行漱口。通常这类的食物10分钟了后，酒精就会挥发掉。建议食入巴肚了后咧，会使休息15分钟，才搁骑车，或者是开车，比较较袂被误判。